在中北屯一大社区，今仔早起发生爆炸，一个民众伫厝要兄弟，假使开落，就安尼崩起。灶骹的玻璃是规个碎去，门啦、窗仔啦是全拢变形。也这个民众哦，伊的面、手、甲骹是拢烧烫伤，送病院急救，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。也是安怎来爆炸？消防局表示讲，要介调查。涂骹四界拢是碎玻璃，路边的车顶也全部拢有。这玻璃是对这个社区喷落来。 大路两边拢用封锁线围起来。25早起10点外，台中市北屯区昌平路2段这个社区高楼发生加速爆炸，64岁4号的厝主被炸着伤，送病院。他说他早上想要烧开水，那没有瓦斯。那他过一阵子以后再次做尝试，在做尝试的时候就发生爆炸。4号的厝主司机甲面部烧烫伤，加在无性命危险。 大楼附近的厝边讲，前一天中昼就开始有闻到真高的甲素味。消防队前后来处理过3摆，屏中天然气公司也派人来检修，结果也是发生爆炸。消防队用了2层次啊，因为有气体外爆啊。刚才出来之后，砰了一声之后，还是瓦斯味很重，相当浓啊。今天早上的话，我有闻到味道，他跟我妈妈讲，我妈妈也说，刚我们可怜，刚有味，然后他去闻，也有。 打给委员还没打通的时候，就嘣一声了。一连加速爆炸进前要如何闻到加速味？社区管委会讲，屏中天然气公司2时下晡检查了后，发现确实有加速外泄，所以对迄暗8点了后就将加速总开关给关起来，并且有通知规栋的住户。我们就基于安全的状况，就先把这个总气源的开关关掉，然后把所有住户的瓦斯表的开关都关掉了。 但是关掉之后，照理讲是应该没有瓦斯了，所以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我们还在调查。屏中天然气公司强调，加速爆炸发生了后，搁再检查也确认这总开关是有关起来，后续配合消防局来进行调查，查明加速爆炸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